3月尾嘅宇宙簡直係危機四伏啊！首先，啱啱過去嘅3月25號，有粒體積好似私家車咁大嘅小行星2026 FM3喺距離地球極近嘅位置擦身而過。好彩 NASA 一早已經計好晒軌跡，證實佢對地球零威脅啊！如果唔係，真係飆晒冷汗。避過咗小行星，點知太陽88又發脾氣。喺3月29號深夜，太陽爆發咗一次強烈嘅太陽耀斑，直接搞到地球部分地區無線電香晒。呢次爆發嘅時間點可以話相當敏感，因為萬眾矚目嘅 NASA 阿提米斯2號載人繞月任務啱啱好喺3月30正式進入發射倒數。而家火箭已經企定喺甘迺迪太空中心發射台，瞄準住過幾日再創造歷史。大家都好關注呢場突如其來嘅天氣會唔會影響到人類相隔半個世紀嘅重返月球大計。與此同時， SpaceX 亦都喺3月30搞咗單大嘢，成功用一支獵鷹9號火箭一次過將119粒衛星送上軌道，繼續展現佢瘋狂嘅發射效率。今集文化圍爐大事一浪接一浪，我哋即刻為大家逐一拆解。首先同大家跟進下今個禮拜全宇宙最關注嘅焦點 NASA 阿提米斯2號嘅發射。頭先講到3月29號太陽88爆發咗一次強烈嘅太陽耀斑，大家可能諗太陽發脾氣關地球射火箭咩事呢？其實強烈太陽風暴會干擾地球電離層，影響火箭升空嘅導航同埋通訊系統。更重要嘅係，對於即將飛出軌道、失去地球磁場保護嘅4位太空人嚟講，太空輻射絕對係一大威脅。所以 NASA 團隊除咗要 check 清楚火箭嘅幾十萬個零件，仲要金睛火眼睇實個太空天氣預報，確保萬無一失。正當 NASA 小心翼翼咁準備再創造歷史嘅時候，大魔王 SpaceX 就繼續用佢哋嘅日常操作震驚世界。3月30號 SpaceX 成功執行咗共乘任務。咩叫共乘任務？講白啲就好似我哋平時搭嘅小巴或者巴士咁。SpaceX 將足足119粒大大細細嚟自唔同國家同商業機構嘅衛星，全部打包塞晒落去一支獵鷹9號度，一次過射上太空，然後喺軌道上邊逐粒咁精準派件。以前啊，射一粒衛星閒閒地都要排幾年，仲要科水幾千萬美金。而家 SpaceX 將發射成本同埋門檻大大降低，令好多初創企業或者細嘅國家都有機會將自己嘅心血送上軌道。呢個正正就係 SpaceX 嘅恐怖之處。小行星擦身而過，到太陽88爆發耀斑，再到 SpaceX 太空小巴瘋狂派件，同埋阿提米斯2號嘅萬事俱備。今個禮拜太空局勢精彩過一套荷里活電影啊！節目嘅最後同大家分享一張 NASA 利用韋伯望遠鏡捕捉到嘅超震撼圖片。圖片展示咗一個距離我哋好遙遠嘅行星誕生區，相入面超級華麗，好似雲霧咁嘅氣體，其實就係孕育緊無數新行星嘅宇宙育嬰室。每次望到望遠鏡傳翻嚟嘅相，都覺得人類嘅科技真係好偉大，竟然可以將隻眼伸到幾十億光年之外，睇清宇宙嘅起源。好啦，今集文化圍爐就嚟到呢度差唔多啦。如果中意呢條片，覺得有用嘅話，記得撳個大大嘅 like，share 俾你身邊嘅朋友，同埋記得 subscribe 我哋啊，打開埋小鈴鐺，咁就唔會錯過每個禮拜最新嘅影片噶啦。我哋下集文化圍爐再見啦，拜拜。喺我仲剪緊片嘅呢個 moment，收到風阿提米斯2號已經成功發射，恭喜恭喜！